后来有关劳动部这件霸凌的事件，防指控霸凌的这位分署长谢依荣，总算是现身了。伊中昼时用影片向自杀的员工的家属鞠躬回失礼，讲伊无好好来保护着员工，嘛强调讲会来配合调查。华视的记者嘛采访到8分署的员工，因是感叹讲，即摆的变动，互大家是真不安。另外有议员来分析，讲谢依荣即摆的处境有申诉的机会，甚至会当恢复伊的职务，会当安稳领到退休金。你们看到的是一个冷冰冰的遗体。对不起，我没有保护好你们的孩子，跟所有的人致歉。对不起大家。正午3艰苦回失礼，代志发生够大，人唔知影米伫咧倒，和劳动部拢找无谢依荣，用中道录影片来甲自杀姓吴的员工家属和8分署的同事来回失礼。情绪的管理所造成的不安、担心、害怕，我要郑重的道歉。我不会再担任北分署分署长的职务，配合调查，承担责任。就算谢依荣总算回失礼，不过姓吴的员工自杀的悲剧，互劳动部开始伫咧起风险。员工上班的脚步是行甲真紧，心内对咧皮皮喘，拢唔敢加讲啥。上面讲的动啊，大改啊什么，因为我也是才刚平地完，然后现在就冒那个，我也是会担心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。但是劳动部的调查报告结论，讲到姓吴的员工自杀和谢依荣无关系，是做工课压力受过头大。福州桃园市议员王和武批文讲，谢依荣一定会拍搁转来做行政诉讼，如果唔能搁转来做，无领转来这段时间唔免上班的薪水，可以当继续安稳做到退休，领退休金。外界嘛认为劳动部敢有伫咧替谢依荣捞后路。鉴定报告的结果内容是对谢依荣有利的，也就是说，将来谢依荣是可以拿着这个鉴定报告说，职场霸凌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如果要免职一个员工，本身必须要给这个员工陈述意见的机会。但是呢，谢依荣在做成这些处分之前，既然只有短短的15分钟通知他必须要来到案做陈述意见，那程序上面有一些不正义。不过劳动部本会科技会并不是开会前10多分钟才通知谢依荣，一切拢有照程序伫咧行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